大家好，欢迎光临大家再次来到马来西亚的沙巴。沙巴呢是在这个马来西亚的东马一个大岛屿，这个叫婆罗洲的这个地方。那么是世界第3大岛，比台湾大2倍了。虽然地方很大地广人稀，人口呢只有300多万。这边的天气呢就是夏天。就是没有像台湾这样子会分春夏秋冬就是4季我们这边沙巴只有2季，就是夏天跟下雨天好好的享受沙巴的阳光沙滩还有比基尼。对，马卡西，谢谢。2012年2月、3月，疫情爆发，旅游业影响，酒店业，还有航空业都失业了冇工作。因为那时候我一家人在沙巴，我老婆先们在台北，因为马来西亚封锁，所以我都打算去台北。Nama saya Alex Wong Kim Kok. Sekarang saya umur 43 tahun. Saya dari Sabah, Malaysia. Saya dari tahun 2020 bulan 9 dari Malaysia datang ke sini, Taipei, Taiwan. Sekarang saya kerja di tempat mentua saya di sini. Belakang saya itu mi gerai, jual mi, jual ikan.对啊，这台子里面 Hello。这样子。我们要不要去阿公的家？要吗？好啊。但是我们要去阿公家干嘛呢？拖姐姐洗手，然后玩玩具。他骑脚踏车，我骑摩托车。他骑脚踏车带他。出发 ，Let's go。妈妈。好。这样子怎么走？可以啊。对，等一下，转摆一下哦，等一下。Are you ready? 然后 Go! Let's go. Go. 妈咪，妈妈先出发了。好，你说待会见。See you later。妈要去哪里？阿公的家等你 ，OK？See you later。等一下，我们还有车。Let's go。我來到那邊之後，我嘅重心還係顧客為主。雖然疫情爆發讓我失去了我的工作，但是我得到的話就是我每一天看着我的小孩成長。这是我的岳母，也是我的老板娘。但是现在很辛苦，现在就要准备开摊了。现在在备菜，在王岳母现在在做什么呢？在洗鹅啊，好辛苦。那是我太太的哥哥 Dennis，大家都忙着在什么呢？在备菜。
准备煮鱼，好煮汤。然后我的太太，我老婆来了。妈，啊，这是我的儿子啦，噔噔，噔噔。阿我明，叫黄浩明，今年几岁？ 2岁。啊？2岁。啊，妈妈在哪里？那边叫妈妈。妈，你看妈妈在煮汤。9点10点就开摊，准备做生意了。大家都非常忙，非常的辛苦，正在备料，准备打仗了。疫情爆发之后，那我们的这个面摊的生意，就是营业的时间就是会改变了，就是从原本的早上7点到晚上7点，就改去早上10点，好到下午2点。我们去找阿公，我们看阿公在哪里呀？这是我岳父岳母的家，啊，就在面摊旁边，非常的方便。OK， 你自由了 ，Go。好，在里面坐的这位是我的岳父，也是我的老板。目前他脚正在养伤。正在家里面休息。那是吐司吗？那一样啊。我要那个。那是。我離開佢8年，冇長阿細蚊仔生病，從佢爬到佢行路，我冇體驗到，我錯過去一段時間，所以。那段時間，我覺得我好感恩啊，好不好？還可以就是看到我的從小孩，慢慢行路到以後就到以後跳，一切，馬開都好，我覺得好值得。先喝一口。从2月份开始，他就一直一个人待在沙巴，然后我就在这边带小孩。然后这个7个半月是我儿子从爬开始会走，从不会讲话到现在会讲话，然后就是都我一个人带他这样子。过没多久，全世界疫情就开始爆发了，马来西亚就封城了。然后就跟他说，反正你在那边也没有什么工作了，那至少在台湾，生活压力肯定有，但也没有说，至少你可以陪你的小孩子啊。对，那我还可以在家上班，至少还是生活还算过得去这样子。鱼汤跟什么？再一个大面。大面鱼汤好。来一条鱼啊！从我这边拿2个。你拿了吗？还没。小明再一条鱼。什么汤？再一个贡蛋。10几米粉煮完，煮2个贡蛋啊。好。因為我見到出出我老婆嘅地方，我老婆嘅屋企，我岳父岳母嘅屋企，在這裡生活，我還是要做一點事情。自從我在面攤，那我是做什麼呢？就是我準備一些打包的碗，大碗、小碗。就是放在旁边，让哥哥就是他煮好了，他就可以装，然后我就包好，我就传给我老婆，对，传给我老婆，然后他就知道是什么汤，他就很快的就给他包起来这样子，然后我就可以帮忙，比如说夹肉啊，夹那些食材，就是给哥哥这样子，对啊，然后洗一下碗这样，差不多1点之后没什么人的时候就，他们就会让我煮。小姐，你要什么？其实一开始他进来做的时候，会是我们谁在这边就谁教他做这件事情，就是每个一步一步慢慢这样子学，这样子对。然后主要最早的时候，他下午会出来帮忙，那时候基本上都是我在这里，
后来就是妈妈在这里陪，一直带他这样子做，对。岳父和岳母，他们就教我怎么煮鱼，怎么放鱼，放鱼的方式，然后呢，鱼的熟度。小明1个10斤米粉带走。好。哦，明天才吃好。这要做吗？可以。就是我们煮东西的煮法、步骤，什么时候下料什么东西，他都会很细心的问你。他会怕，他怕我要是在他旁边，他会紧张，因为我动作快，我不会用骂的，我用比喻的给他听。鱼。他从头来我就跟他讲，小明你要学。那我说你要早点来学。他说现在已经不错了，他中午还会来帮忙一下。就是疫情之前他会来，吃饱饭以后他就出来帮忙到收摊。可以，帮你辣椒另外装好不好？好，拜拜。对吧？对，谢谢。刚才有一个男生来，感谢，拜拜。还没有做这个工的时候，我在旁边看。夹面啦，就用筷子夹上来就好了，非常简单。实际上不是，所以这个技巧也是我在这里面我的岳母、我老婆，他们呢就是教我怎么做的。我刚开始下来的时候，其实不到1个月，因为我岳母很愿意教我，就是所有的食材、所有的煮法，我老板娘都非常的愿意教我怎么煮，因为我迟早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因为我下午时间，3点4点人没那么多的时候，压力没那么大的时候，岳母就开始慢慢怎么教我，还有哥哥也是，老婆大家反正谁在面摊我在这里，谁在场的话呢，都非常愿意教我怎么去煮鱼煮汤。手度等等的一切他们的技巧，他们都愿意教。煮的不好吃，客人说不一样啊。老板娘说啊，你总要让给新人的机会吧。好，2个空单让老板。这些呢？是爸爸吗？这个有像，这个有点跟后面有像。那是什么？是什么？长颈鹿。左边是我，右边是我弟弟，你弟弟跟甜甜超像的。我在沙巴的家人的话，我弟弟妹妹，我爸爸左边一开始，我爸爸妈妈我。5个是。Ella。胖胖的。什么的有，就是也是哪里有？这是谁胖胖？阿米，你做好吃，不要躺着吃，做好吃。一直以来感情，我们的兄弟姐妹感情非常好，所以，就非常想念他们。给我最大的鼓励是我老婆家人，还有在沙巴的家人，我是闷热啦，闷骚，很多人都说我是比较闷骚型，跟很熟的朋友的话呢，我就好疯狂。我落野行一隻導遊喺千時就係比較慢熱，好適合沙巴的步調，因為沙巴步調係慢慢來。我那邊識我老婆，就因為我喺在沙巴帶團然後有一團係我嘅好朋友，佢做義診，就係我老婆嘅表哥。佢之前佢好常去沙巴去了。我特別有注意到這個我的老婆，是因為我在車上不管講什麼，她都會一直在笑。對，我超捧場。他非常的捧場，不管我在講什麼，就是冷落的，對，笑話都好，就是他非常的捧場，他的笑聲特別的大聲。過幾個月，他再次來沙巴，就是開始交往，
那时候的感觉就是很不错，就是说我们会有2个地方可以去，就是说他在他的地方，在自己的地方活得腻了，就去别的地方，就感觉比较新鲜。你在自己的地方活得腻了，你就对，他的中文很差，他说我活得腻了。别的地方，你会觉得很新鲜。不知道，你看这是谁的妹妹？最大的好给你。我说他给我很大的安全感是，他的每一天的那个简讯，或者是陪我聊天半个小时、1个小时，我觉得不是每一个男生可以做到这件事，所以我觉得他做到了，所以他会让我觉得可以思考这个人是不是可以长期跟他一起生活这样。先煎蛋，先煎豆腐，豆腐煎起来之后直接炒这个酱汁倒下去。这样子。结婚也是很莫名其妙的，蛮莫名其妙，真的超莫名其妙的。刚好那时候我有一个表姐，对，她那个时候她跟她男朋友也交往一阵子了，就说他们要订婚了，问我们要不要一起订。然后我就问她，我表姐要订婚了，我们要不要一起订婚？她就说好啊，我们就订婚了。对，这好啊，这确实真的是这样，没有特别讲什么。对啊，就好啊，那就一起吧。那时候他35岁，也差不多该结婚。我们差9年。好了 ，OK， 那你没有尿裤子吧？OK， 那要穿袜子啊。你穿，不要干我这样。你要问阿公可以借我吗？阿公可以借我。这没有过去的摆啦，那是要团那个团，伊等下就吹了，是个按吹4月了，个团就4月了，就开始个做戏啊。也係交往嘅朋友啊，因看係中規中矩嘅人啊，陸續嘅人啊，係足同實際嘅人啊。女人就是这样，蔡姐阿苗都一样，嫁到那边自己要做什么，自己就要负责，这是她的人生。我生给你，我生下你，就是以后你的人生，结婚生子，人生就是你过，不是跟我过了。真的要有这种想法。我多了一个想法，就是我多了地方可以玩。对，当时我太太讲嘅意思是这样的哦。对，我们认识就讲说，我们多一个地方可以玩。多种会说好哈。就这样子而已。对啊。Good job， 阿明。他来台湾适应的也还可以，我去那边适应的还可以，可能就是因为不是真的说一次就是待1年，一次就是待多久，我们就是2、3个月这样子，对，来来去去，对，所以你也习惯，去每换一个地方就是好久没回来哦，度假一下，然后又回去，好久没回来，度假一下的感觉，对。交往到结婚到生小孩，就是疫情之后，我们是2夫妻第一次就是一起就是生活这么久长一段的时间，确实。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我们从来没有试过。这个考验里面的就是当然会有，喜怒哀乐什么都会有摩擦，都毕竟会有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婚姻里面的一个考验，一起生活那么久，就是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不会想要怎么说，去补救，一一突破。一一突破。爸爸，拿一果面包，我在这，看上面。在哪里？我们今天有小明的朋友要来家里一起吃饭。之前本来想跟小明的朋友有约出游，本来在疫情前有约要一起去宜兰玩，结果因为疫情的关系也去不了。那我想说机会难得，就请他们也没来过家里，就请他们来家里一
边饭这样，会吗？好，那你等一下会说欢迎光临吗 OK。 ？OK， 已经到了吗？快到了。哦，好不好？可以偷吃，不要给老师吹吹吹，烫吹吹吹，不要给人家发现哦。虽然我在台湾这边呢，就是没有很多朋友，那我也不会在这里分享给新市跟台湾的朋友。老实说，因为其实我还会在哪里呢？就是手机上就是跟沙巴的朋友、老朋友、一些旧朋友，还有在沟通，在聊天中，就是会把这个心事带去里面聊一聊。你等一下看谁来了，那种欢迎光临，是吗 Hello， 我们回来了。 Hello， 欢迎光临，好久不见，欢迎光临，谢谢你。是 Jackson 叔叔吗？是上次一起看到的 Jackson 叔叔吗？他是我的不是来自马来西亚沙巴的朋友，他在这边很久了，然后比我还久，大概4、5年吧。有差不多，对呀，也是疫情过来，对，他是他的太太丽丽，对，台湾人，对，台湾人就是也是跟我一样沙巴人跟家，对，兄弟，对吧？客家人，对吧？冇错，成功了，客家农村。你跟阿姨说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玉米呀，他在这边自己装，然后这里面有米粉汤，这个是装米粉汤。饭。我喜欢米粉。好的，我去拿你的碗。那你要米粉吗？要。要哈。小明，那个要不要用瓦斯炉开啊？对。来，谢谢。自己来。这边的客家话跟那个大马的客家话有点不一样。台湾的客家话，大多数都是梅烟，還啲海陸豐。沙巴的客家話咧，大多數都係廣東，還啲廣西。廣東係要分農村、河婆所以要分好多。用差唔多。開燈啦！回飯。慢慢吃。哇塞！你知道你是拉到其他的你是脑。很简单的。四季豆。台灣咧喊四季豆，冇錯。我哋那邊好像喊荷蘭條。對。我來喊條，你都喊條角。之前加創業佬、創業婆，加創業婆，又咪加太太也要攞嚟講，佢講鼓勵捱多啲來錢嘅，佢講好像在台灣冇平嘅，佢講。有。我說拜托他常常來找他，否則他在這邊也蠻無聊的，生活太單純，就是上班下班陪小孩。沒有很慘咩？對呀，就是這樣子。交朋友這件事情，本來講白一點就是麻煩來麻煩去你沒事我找你，我沒事我找你，就是這樣子而已。然後我不覺得說，如果真的是把你當朋友的人，也不會真的把你說麻煩會當成怎麼樣，我是覺得不會。抓爆我的臉哦，他不會動他媽媽的，對，他媽媽對他比較兇，晚上的時候，對，然後我比較心軟，他會這樣打我，然後他就爸爸。眼睛打開，陪浩明講話。其實也要，我也要諗住講，因為當初做特別嘅來全藝飲茶嘅時候，要問到講做工嘅問題，我當初其實也要講即講介紹佢去一條區公所。因為區公所那邊也要即講幫忙㗎，請做工嘅區公所之外，係一條中介啊，即講可以幫佢尋到好多一條工作機會啊，應該說係管道啦，一條 channel，即講佢俾佢個多機會佢接觸到即講做工問題嘅部分，應該係個多啦。哦，好，這樣子哦。所以有時候弄一弄10點半他就才睡。昨天11點多，11點半呢。他想做的都是，但是他來這邊的話沒有
一开始也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最容易下手就只有我们家。那就我们家，你就现在干嘛？你如果做了你不喜欢的话，你去外面看你想做什么工作，你可以自己找你想做的去做。对，也没有什么好阻止的，就是工作还是要你自己喜欢的为主，才做得长久啊。其实台湾工作机会很多，超多的，只是看说个人要不要去做而已。整体上来讲，算是很好的一个生活的地方。其实这句话也不单只来自于我嘴巴，因为很多外来的新住民都承认这一个说法。因为台湾就是很便利，机会又比较多。那当然，如果是两地相较的话，当然台湾就是会比较占优势。这样。哎，你的好的，程序给你拿，谢谢。2个中的米粉2个小155，谢谢你。现在要收了吗？现在要打烊了，现在打烊了。跟哥哥跟老板一起送。因为我来到这里台湾台北嘛，就是感觉这边生活步调比较紧凑，连在街上的路行走的时候就我感觉就会比沙巴人走得特别的快。你去旅游，然后你感觉只是沙巴当地人自己也是在旅游，自己在休闲，对，反正就是慢慢来，就是很慢。大家在沙巴生活的是就是没有压力。练到起家嘛，嘛个技能哦。然后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我嘅老婆现在在台湾哦，练到的东西就是爱去进修起家，因为练到我真的冇技能哦，我想去靠麦克风哦，再靠我的嘴巴哦，在游览车上就讲介绍介绍景点，介绍什么好吃哦，介绍什么好玩，就这样。然后这个疫情爆发发现的话呢，其实我自己本身都係好像冇乜嘅能力可以做其他東西，覺得自己很渺小，突然間對，覺得自己好像空虛，空虛。大家好，我叫后面我要举重。举重表演。举重表演，先拍拍手。1、2、3，跳，跳，混。10分，10分，耶！那谢谢大家，手放肚子上，谢谢大家。100分。你看都可爱。反正就是少吃啊。对啊，我爸40年来都是这样。因为你中餐谁你不可能要赚钱啊，要先赚钱。不可能自己吃嘛，自己吃嘛，吃饭吃饭。身为一个男生哈，就是来到就是我老婆的家庭里面的话呢，好多东西你愛放大，哦，就是尤其係男人咧，嘛該尊嚴啊、面子啊，哦，你要放大。我自己觉得会寄人篱下，寄人篱下，毕竟这是怎么讲，在这里生活。还有红萝卜吗？有呀，真的。蛋蛋。好吧。没有一次的，没有吃的。那他要一直想要寄人篱下，一直寄人篱下，很难过。那我也没有办法，就说，哎呀，那你回去好了，我又不能讲这种话。我是说的，这一个成年的事情自己去负担，我们只能在旁边辅助你，剩下你要做什么？你心情不好，你心情快乐，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他的心情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到，没办法克服的事情嘛。
你就会想办法，对不对啊？对啊。他做什么我们都会支持他，对不对？要还重点要在我的能力所为。疫情爆发之後都，因為我哋愛防疫，係嘛？我哋愛防疫嘛。台灣的人民唔錯，就會保護自己，然後呢，就是待在家比較好。那時候的馬來西亞確診大概3位數啊，之後因為關太久了，然後大家都要生活要經濟開始不行了，馬來西亞，對。就是開始下降。2020年9月底之後，因為馬來西亞政治上有一些的選舉。哦，那時候選舉是馬來西亞的。對。老師是死老多，是不是？對，然後就開始爆發，一發就不可收拾，然後一直上升，到今天的馬來西亞每一天連續了3-4天有5位數。每一天都有上萬的人確診，其實我非常擔心我父母、爸爸，對啊，確實是，因為那個真的，你感染到你也不知道啊，對不對？最起碼要討生活啊，不出去工作又不行，出去嘛，你去感染到，每個人也不知道啊，這很可怕的這個地方。對啊，最擔心就是。想到家就是这样哦。对啊，真的大家真的无能，真的无能啊，真无能为力，真的无能为力，真的。爸爸。你跟爸爸谢谢，爸爸别伤心啊。所以刚问题就是说，让我非常压力的问题在于，始终就是我在沙巴的家人他们要面对这个疫情的问题，对他们的心理的压力应该非常的难过。我在这里没办法很开心，原因就是我很开心，但是我家人正在受苦。我没办法开心起来，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有时候我老婆还有我老婆的朋友，就是约出去一起玩，就是放松心情。我个人没办法放松，我还是想到那边，真的，我没办法分享我的喜悦，跟我的家人分享。为什么？因为他们正在面对这么严重的疫情，反而我自己这里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自由、很开心的生活，我没办法投入进去里面。他们你要帮忙打电话给婆婆吗？还有接人哥哥，按这个就好像那个是影机这样子。给婆婆看你的新的头发。对。你的新发型。说很像瘦子哥哥的发型啊。哎。快点。去吃饭啦。看是婆婆来了。吃饭了，哎。那叔叔。叔叔来了。你有大恐龙哎。叔叔。哇！有没有看到要新头发？喂，你用去拨打叔叔。婆婆，你看我剪了新的头发，有很帅吗？哎呀，阿姨讲这是什么动物？所以视讯看他们开心的时候，我非常的开心，我非常的开心，就打开就是这样了。然后你隔天有没有？因为台湾是2点，每天下午2点之后会宣布每一天的这个疫情的情况。马来西亚是3点之后。馬來西亞買 cash 哦。馬來西亞講沙巴嘛，沙巴SICC 嗰邊好多人去排隊，冇讀緊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會 walk in 咧，walk in 見啦，全部佢 walk in 咧，去打針。係哦。
呀，我演去打尖全部都冇。看回马来西亚的2万多确诊人数，沙巴又在提高提升3000，然后每一天都3000，心情又对，然后又想到啊，家人对。Hi Jaden, how are you? Show me. Wait, no. You're on TV. You cannot show your bird. Yeah, in TV, you know. They're recording. Someone recording. You want to see? You cannot. No, cannot show your bird. 啊，姑姑要买玩具给你吗？我是家里的长子，所以是有这种无形的压力，所以你不需要就是照顾好自己的家人，一个弟弟妹妹还有。所以刚开始我的这个压力非常的大。我老婆的家人在这方面的话呢，就是刚刚我说的，就是不要给自己的压力这样的压力。还有就是说我在沙巴的家人，我弟弟妹妹。我们每一天几乎1个礼拜有3次，刚开始3次到4次都有，就是视讯。哦，他们也给我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鼓励。哦，就是说，家里的负担不只是我一个人。那路边90万撮，因阿 B 老板也搞水嘛。I want to see you, Dada. I want to see you. I miss you so much. 现在已经9岁了。30就係狂啊！一邊人國狂，佢哋要保護自家。哦，呢邊全部一狂誒，都狂冇得排隊冇得打尖，對咁保護然後誒。Go Go！ 烫烫吗，爸爸？有烫烫，有一点点烫烫，是不是？对的。山公园，来这里他们要玩什么？跑步。你要跑步。还有玩什么？到了。玩刚刚那个溜滑梯。溜滑梯。嘿。在哪里跑步？我们看看，停下来。在疫情之前，会有比较多地方选择带他去溜啊，去玩啊。对啊，因为比如说，除了这里在台湾，除了有像这种公园之外，还有蛮多就是室内的亲子馆，对，游乐园等等这些地方都可以带小朋友去玩。现在因为降为2级嘛，所以还是尽量避免到比较，比如说密室，就是封闭的空间。这户外的话，就是通常都是公园。在沙巴来说，类似这种公园的话呢，没有很多，很少，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边的这些有亲子一起可以玩的地方会比较多。那么高哦！我知道有。耶！我觉得蛮好的啊，他就比较了解他儿子，否则那7个半月他不在，他都不晓得他儿子长成什么样，所以他就很，而且他会觉得有陪伴到他小孩，我看得出来他蛮开心的。现在就是都是他
他在家照顾比较多，所以就是他反而比较黏爸爸，就是爸爸比较多花样陪他玩，然后我就在外面工作嘛，就比较少，然后他就会要什么事情都是找爸爸这样子，对，他会用屁股做。好，用力踩。会累，但是这个累的感觉不一样，你是甜蜜的，对，而累的是甜蜜，因为是毕竟自己的孩子，而且慢慢看他成长，然后看他玩得很开心的话，你心里就觉得很开心，真的。我每次带很多玩具来给他玩，就他只喜欢玩这个。Good job。然后不然他就最喜欢在那里面玩那个石头啊，这边有点，只是现在都关着都不能玩。Go。自己一个人要去象山，要去走一走、看一看。我来到台湾那么久呢，就是还没有去过任何的台湾的山呐。我比较喜欢放空，这里很方便，我自己一个人，就算我没去过都好，有没有？那个捷运非常方便的地方，就是这里还有那个路线，你要坐的路线，你要去哪里？这个中正纪念堂站，我要去这个象山，又有卡或者零钱，你就可以使用了。那我是蛮鼓励他，你想去哪就去哪，你想自己坐公车去哪里逛就坐公车哪里面，不会坐公车你就坐计程车去哪里都可以，你要你喜欢，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对，毕竟就是大家一个礼拜都很累啦，就是还是要有自己放松的时间。我在台湾，我感觉就是台湾的情况让我觉得很安全。老实说，台湾的对抗疫的这种意识比马来西亚好很多。到寮步第一线苗步道，OK， 反正有楼梯就走。Let's go, move。心情就是感觉很新鲜，因为新的地方嘛，所以虽然我那边山很多，但是感觉不一样。我们沙巴有一个是全马来西亚最高峰，我们叫神山，在沙巴4095.2米，20几年前爬过一次。但是没有攻到顶。人家说爬山很累，这是真的。但是人家说，当你上得来看到风景的时候，心情会不一样，会转换，会觉得非常值得。你看多么漂亮，台北风景，城市的大风景。
我发现这1年来，其实我不惨。哦，我疫情我不是一个很惨的一个人，我发现蛮多比我更惨、更可悲的事情发生。对，所以我不能消极，不可以这么消极的生活下去。你要看你眼前拥有的是什么东西。我学到的就是，我的眼前我拥有的是什么，对，然后我要好好珍惜我现在拥有的。我现在其实跟老婆小孩出去玩，这是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很自由，就比起马来西亚沙巴说。自由，而且现在可以内用，你知道吗？在自己餐厅的话，内用，你看大家出来玩多么的开心，多么放松，我到现在还不行，我没办法，这是我自己个人心里没办法解开的心结。人在异乡的感觉，我们可以给你的就是精神上或是一些其他的安慰或是支持，但是在于交朋友的这一块跟生活的这一块、工作的这一块，这都是需要靠他自己本人踏出去，从零开始的阶段来讲，到现在这个目前来说，我们不会要求他跟我们一样的快速，不会要求跟我们一样的准确，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努力，跟看到他去对这件事情有没有认真，那至少这个分数是值得打的。沙巴我下一年都讲音冇投入一樣通常都填地起嚟嗱，冇多些都唔定啊。幾尾話上埋咗對台灣呢，咁咩嘅本用嘅咧，安出學看啊，對台灣出學看安呢台灣嘅做法。下一把疫情結束之後，有辦法在沙巴這個做10年冇。阿姨来，这2个你的，好，再麻烦你餐具你要自己拿哦哈。来2个公蛋给你。他如果已经准备，他觉得他这边学的已经够多了，然后自己有回去的一些想法，然后该怎么做，该怎么找资源，毕竟那边不是我的主场，所以他那边比较熟，他已经有那个资源，找得到人怎么做的一个规划，他自己有想好的话，那就跟着去啊。对啊。没有鱼，没有肉了。底下还有蛋花汤给你。我会努力，真的。阿爸阿媽放心，我都要保護一自家，我希望我都要安全。我喺村入邊嚟講，就係希望大家都安全平安哦，我都開心。只要他們開心，我才可以打開心結，真的。我是黃金國，來自沙巴，馬來西亞。我在台灣有1年了，我很喜歡台灣這裡的生活。雖然我的家人還在沙巴，我也希望就是我可以在這裡台灣生活下去。畢竟台灣也是我的家。小明來到台灣，所以你要當成自己的家。媽媽希望說你不要有壓力，好好的在台灣的生活。我希望說你在這段時間呢，好好的跟浩明培養這個親子的關係，好好的活住。也希望你在台灣能過得幸福快樂。小明，這1年來你辛苦了，身在異鄉，你一定有很多的壓力。但是我希望你可以敞開你的心胸，多認識朋友，多過自己想要過的生活。